把技能提升上去，提升完了之后就去找钱，找完钱就去读完大学啦，然后出来就去那个物理治疗师，去里面，然后也加盟了，就在里面一直在那里赚钱拉客，就是拉客那些让他们来参加活動，然後把自己成功的賺到富行榜前3了。啲新聞咧同埋嗰啲故事咧，其實都係有拉能嘅。就係、當而家出現咗啲咩新聞嘅話咧，你嗰啲股市咧就係、可能會跌嘅。冇錯，就係講緊呢個輪山產業啊，係咯，累到我蝕咗幾千蚊咯。但係一日咧，我見到有虛擬貨幣，我就立刻跑咗去虛擬貨幣嗰度買，然後我見到飛天幣，你哋都知我冧咗嗰個，我買咗50個飛天幣，然後全部一鋪清光晒，冇晒。我都好感謝呢度嘅工作人員啦，佢哋都好友善、好包容我嘅，然後都會同我講一啲我辯論之後嘅有咩問題可以改善啦。然後我每一次辯論雖然都係輸嘅，但係我都有好大嘅改進啦。呢個經驗係好開心嘅事情。如果我下次有得嚟嘅話，我會再嚟。多謝。喺遊戲上面，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體驗，可以試下做一個好學生，考到大學畢業賺好多錢，亦都可以試下做一個即係唔同嘅一個角色啦、邊稱啦，或者去享樂啦，嚟到感受唔同嘅生活。但喺過程入邊呢，只要你去懂得去承受結果就得㗎啦。